他们今天中午也在敲钟吧？今天中午和那个周琦、首长、马奎还有在那个拉许敲钟。衣服没穿好，那个取针吗？是在中吗？小号播了一下。哦，那个还没到期吗？3天是吧？还没到期。应该到明天到吗？明天才还有加入帮忙。
有那边帮忙的，当走马那边，传输要麻烦一点，我就说的。哦，对，他今天周真的，他小朋友跟我说，他今天为了跳舞，还好说随时欢迎啊。我说周末的话，也可以随时回来。看看发的语音，他们发语音，他说今天我要来跳舞。
跳到好听的好的歌曲了，那就学个有这个动作本来就比较慢。这边直播。高个子，有点瘦。啊。
做欺负了。小人的，他跳得比较温柔那种。交流学员最多的应该是几千人吧，我觉得应该3、4千人应该有。但他教的是不是年轻人，是有点年纪的那种。他所以他的动作一些没有那么不像扎西、不像登兹那种，他是比较温柔的那种。但他教的学员太多了。有些表演的话，一场也是500多吧。说到比较温柔的那个，你看嘛，但是后面那个就是小郑同学。他以前在绵阳，在川上海很多都教过，上海呀、什么福建、淮安好多地方都教过。
哇，他们都好的好。鞋子都注意到了啊，他们以前穿那个。他说你两个孩子鞋子都一样的，所以扎鞋哎呀，到这里脱衣服去啊。我在想，没告诉他，也没告诉他，都不需要告诉他。我发了13 Pro Max 和15没什么区别，还是黑色的。搞忘了，还拍一点短视频，搞忘了。什么情况？我靠！我的社保也早就没买了，今天等我 Q 钱了。
欢乐的舞蹈，这个不是。可以4000多。哦，如果是10块的话，要贵一点点，一般的要便宜点。如果那个是10块，我问那里要卖5000一。如果就是比一般的要贵一点点嘛。他那个今年才买的，今年买的。今年是上半年3、4月份。其实这个是啥？他没跟你说嘛？没有。他当时手机链掉就下了，然后他买那个苹果了，他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最后我把钱给了之后，他才知道。我把钱给了之后，在苹果店把钱给了，他把墨鱼说：“哎，墨鱼水是好的，懂嘛？”我说：“没得事，反正都放你爸不存在，我就吃了。”都反正没啥子，就想我又买个手机不存在。今天叫啥子哦？星期三那么多，星期三他们要来，星期三腊月也来。我看也就是
去挑选其他的。这个小女生我是第一次遇到，她跳得很好，基本上每个都会练。哇塞，这站了一排，站了一排，我吃完了。那个社区后面那个市场修，对司法廊那个有点贵哦。你查一下小灯吧，小灯那个资料很少。小灯都是我们叫他把图打开的，他之前不玩那些的，然后当时给他拍一些，他教的学员很多，好多学员。之前3、4月份的时候，他告诉我有3、4千名学员，我估计现在起码4、5千名学员。他跳的是很自然的那种，像扎西、真次他们跳的那个上蹿下跳的，他不会跳那些，他不会跳。有点像日本人，一点都不像。头发有点多。他带了几拨人，以前带了几次吧，一些团队到这边来，交流那些，有那个云南那边的，有四川那边的，就是那个什么。云南那边也有，这个小胖。没有了，这是梅朵，这个就是梅朵，因为太瘦了，每次跟他说，从来不拍他，他每次说我很讨厌。Kalau kita punya mampu akan, so jaga
他好像没毕业，好像他现在还没毕业，大学的。
看中它就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有给钱呢？5块。好不好？11块钱。啊，要给钱了，是吧？他们遇到我没直播哟，有点怪。他直播中为什么要给钱呢？如今那个要什么，要给11块钱才能再继续直播。看见手机有酒，老公朝前要皮，给他错，我在按摩活动，养猪大爷不在，养猪养的节目不完了好，人干西的也嘛，工作的也嘛，不生活的也嘛在嘛，我养猪的他我猪。维朵有点问题，记住。知道了，我也要拿错才知道。你认识那个女的吧？我出去过嘛，那个穿黑衣服那个，跟他错后面那个，他错后面那个。这个是那个不是吗？你看，空气是，工作是不是吗？空姐吗？空气就是开服装店那个吗？就是叫啥名字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就在罗马，在罗马那边开服装店那个吧。这是个开空姐，这是一个空姐，在罗马那边开上装店嘛以前。我不知道名字，我忘了。听说过。都挤到一堆了，我不去那边，快点去吧。对罗马的那个空姐，名字不知道叫啥名字。前面那叫梅朵。他本来跳舞跳的就很好，就是有点这名字忘了，等一下我拉错了，他来的好少。
接写邮件是最棒的。然后加个爱心就可以了。看一下，写在卡片上，好的。邮件是它是最棒的，没问题。OK。好的，没问题。OK。星期三吗 ？Wednesday。星期三是。应该是星期三吧，星期三是团队方式。但有可能明天他不会来哦，明天星期二有可能他不会来，有可能星期三也有活动嘛。小礼物跟座位，小礼物跟座位是那个国际登高嘛。没有了，好看。拍了。哎，那个空姐叫什么名字？杨吗？中央的杨吗？拉姆的拉，对，中央的杨拉姆。他是开了帐篷的哈。他没有开，是他在网上卖。哦，网上卖啊。他在帮别人卖。哦，很少，他们说很少人来。基本不来境外，是在罗马。干嘛？他是还是丈夫吧？西藏，那个哪里的来着？大区吗？长春。龙樱花就是。哦。那应该是川航。好有气质啊！是川航那边的吗？是川航的吗？应该是的。成都航空。好有气质。哦。
码本来是最高的，它的本质也小一点，两个在一起。所以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因为他们一样的嘛，真的是。他好高啊！1.73米吧，应该是。没懂吧？没懂。他好温柔呀。明年也是啊，上去最多也是啊，3个在一起。他们俩3个是最搭配的3个。其实那个有这个，但是他很年轻。收拾这样说一个孩子。那个空姐叫杨娜藏是吧？她以前在网上卖藏装，没有在实体店。在网上卖，她本来有藏装，叫什么球什么。这样一下气氛就好起来了啊！这是全部是灯之后大吸的啊带动的，一下氛围就活跃了。你看2个在打跳。这个我单独给你放出来吧。在前面打耳光的那种，打回去打回来。对着打，对着打耳，对着插耳光。你猜的呀？可以啊，1年嘛。
可以没影机呀。几个月了。
太多太多，他们说的应该有600-700首这个跳包装的曲子，太多了，记不清楚。他哭过吗？请到时候讲给你听。拥挤是非常稳重的，非常有低调。他身上这边摆继续跳，他们都没准备到，那今天跳比较嗨，到我时间了，到我时间了。他们应该跳忘了，9点半了，都9点半了，还在跳。跳的氛围很好，都9点半了，他那个看不到。啊？9点半，9点多分，你看，照场就结束了。我去看了。在这边，不雅，一般都是这个气候，它那个高度有的时候。这个提供了有170、180这样。
忘了，今年35吧，37，今年37，这搞忘了吧？这个也挺有意思，是吧？那全部拍了一个嘛。还有那个手持云台，我都还没拿起来用。我把那个相机云台、手机云台，大疆的。啊，大疆那个新款那个700，我还没用得来。700块钱那个嘛，有点贵了，它自动收起来。对，有点贵。一般摩抓的也可以啊，摩抓的这边可以，底肩的可以，其实底肩是稳定器，手机也。你说加个你不加个你信号拍出来是好的。啊，相机太重了，我就没买个手机版的你用相机用少。哎呀，那个。你相机用的少，手机用的多。其实手机像苹果的音，防抖已经够可以了，已经够可以了。买得高的哈。我那个屋里面也有稳定器啊，手机的都推到10倍了。买点摩抓的340块钱，卖不出去，这是新款的了。你是开心果，哎呀，这才炒了一下就没了。哦。这炒了。你在的比较晚了嘛？今天终于回京了。明天也在。哎呀，不，现在不用去那个媳妇儿加班了。去那个青阳宫了嘛？对。青阳宫一通知，就是又可以调了啊！你没发通知，那天可以调了。就那天呢，你不是在陪事情嘛？啊。我就到体育馆去了嘛。那天不是有上海的人嘛？警察就是警察来了。啊，哦，你说体育馆那边？就是那天晚上。体育馆那边。就是那天在体育馆。哦。有上海的那个国专队来的嘛？杨学。那天晚上有30多。哦。帮我搬一下这个音箱嘛。结果我去了。他不让跳了。哦，警察说的，你们可以跳，但是10点钟以前。问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房山巴丹老师他们那个拉去那个，他们好久到今晚来？星期三晚上。星期三的晚上。谢谢。好像他们要后天嘛。星期六。确定是星期三嘛？好，谢谢哈。明天他们休息。我说嘛，那天晚上警察就来了，在那儿跳啊，他说可以。10点钟结束。在10点之前可以。那10点之前我们还跑哪儿去干？在这儿都跳完了9点半了。他那边几个场子的嘛，30个哈，跳的一个跳，还卖唱的，还有嘛那个跳其他的魔爪舞的，广场舞的。9点半嘛，那边是班9点半是嘛，9点半说等于像喊的就要10点钟嘛。那天不是那个记者也去了嘛？那天还有在徐在那个上海呀，还有说，他们那个是那个连贯节，然后就主干道的。今天好多罗马的都跑起来跳了。哎。罗马的还有个学生。那个乌鸦中马都好久没有，突然跑到那边跳。你那天晚上是在，就是让他们团队在那天晚上18号在那边，嘎。啊。19号就在藏区。我看实现湖还评了。19号。实现湖还评论了我的作品。那天晚上。他说看了20次，就挺想买的。19号你去哪儿的嘛？去藏区印象的嘛？啊。19号、20号，你连着2天去他们的嘛？啊。然后18号我们是在这儿跳的嘛，然后19号就在青阳宫加班了。18号晚上警察来了，19号开始在青阳宫加班。19号那天晚上下雨了的嘛，是不是？刚才印象后来雨大了，有点迷，然后就被跳了噻。跳了几点呢？跳了9点说的看了不下20点。实现后。哦，也是跳哪儿嘛？我得给那个。因为他好久回去嘛，他不得回去嘛。那好像这段时间都在这儿跳哈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就那天晚上嘛，我就没到这儿来。我还又下了个完整版的那个。兄弟们，你们在的。今天下午在。今天下午在陪那个。他们就在那下午在那个塔子上面有钱了。啊，对，我离近了嘛。好近哦。找了一圈才找到。我在万象城那边。昨天在这个完整版的。在塔子山公园儿。今天下午有热头。对，下午好有天气了。跟罗马联谊。
啊，罗马的罗马那边联谊，罗马。小伙转正经外。拍了个丸，我拍了个丸子蛮的。那丸子买的太多了，你那个哦，你是丸子，我随便提到微辣子去，都是丸子版。我的便宜是丸子版，都是每个人全部捡起来。我今天给罗马，昨天给9万，现在涨前天是涨这个还有个6，他是在外面，每天都有活动的。今晚上不晓得在哪里，非常流浪。今晚上呢？今天呢？今晚上你没有？今天晚上他们白天就可能今天晚上就休息哈儿。他们拿工资的，相当于国家演艺台，相当于文工团。哦，对的，文工团来做。这个昨天晚上很多跳的嘛，不知道唱了。就是个2等奖那个嘛，小儿子嘛，还有1等奖那个有老的那个，有1等奖那个啥子西藏歌王。那时八单是在喊的是歌庄王子的，歌庄舞王子，歌庄舞的。各种舞都是他的歌。他唱的。哦，我昨天跟他去合影了，昨天开学。啊。肯定噻，好多都合影了，张千祥也得合的噻。张他们团的每个都去合。那肯定合了噻。我本来不想合的，他们说哎你合影嘛合影啊，我不想去，我合啥子影嘛？我就插一下，天天这个合。那就暂时不插了嘛，真的，是吧，兄弟们？走那边。你们去走那边去。啊。高中桥拍视频。他们去了吗？他们去了吗？带了相机。走吧，反正要去嘛，走吧。这个手机都看不见的，然后交流我还是好几天没帮他。我从云南赶过来了，你告诉我可以。9号开始。我本来穿衣服的，把脱了今天刚洗了澡的，今天下午4点钟。民族大队长那个。哎。美女解开。对，那天要穿衣服。感谢。有点冷的时候穿。我来晚了，真来晚了。走吧，那个北边他们还要去。你那个是你要单反相机，现在全部都叫无反相机，那叫无反。你就展现了。太累了。你们这个团队我都认识。今天没看到欢。今天就是这样，一起合个影吗？前天。可以一起合个影吗？明天我不知道哦，明天温斯特告诉我。我从云南赶过来。等一下问一下，明天说星期三是不是要学？星期三送吧，星期三送杨雪儿，然后永吉，热闹一些，是吧？来吧，我搬过去。太沉了，你要帮他提吧。没事，我拿东西不好放了，看吧。哥哥。走吧。走吧。那走了，拜拜。走噻，走噻。高中头的那个东西，要删吗？删。那边拍摄嘛？走吧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停车停那里，我走那儿去停车，走噻。我自己带经过来。哎，我这里有水啊！哎，这里啊，你那个洗一下。我把灯打开。他们玩得来。把灯打开。这个自动的，现在有它自己折你的。慢慢习惯了。现在越来越那个，以前那时的手好小哦，哎呦，那时的手好小啊！拍的时候要按着那个，有个好小的手。那个，你看有操作说的，它有几种模式嘛。谢谢大家。你想弄嘛？这儿有纸要不要查一下？全是纸，带了很多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从云南。我从云南那边赶过来，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团队，真的。那你找对人了。对，你知道谁不？他肯定知道啊。对，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团队。然后就是我从云南，我是大理的，我从云南那边赶过来，然后尽管是就是有点晚，然后就我来的时候已经结束了。对，刚结束。我能跟你们合个影吗？可以。你跟他拍下来，他们合影。拿手机给他拍吧。哎。然后关。
个粉丝。等一下，我们拍点视频啊。我视频的同时已经照相都有。可以了。好呀，可以，来。我都差了7了，哥哥。有视频有照片都有，两个都有，谢谢。明天晚上早点过来，7点。明天都有。 8点。好，谢谢那个永吉老师，真的，好，真的有时间大家就是如果说能来大理玩的话，好。你关注老师了吧？关注了，我也是一名那个就是专门做那个。就是咱们那边是那个民族打票，就是也是跟你们这个一样，也是舞蹈，但是丽江，对，跟丽江、大理、丽江都差不多，但是没你们这个就是那个，咱们那个他是可以带你们团队过来相互学习嘛？可以，好，特别感谢大家，我不分类别，是不是？只要开心。好的，拜拜，谢谢。好吧，过来。 他们在那边拍视频对吧？好像是。好吧，我来了，这边，不要跑了。走吧，我们走这边，走那边去好不好？走那边去吧。我给我牵到你哈，牵着走。你妈走吧，走不走？走了，马上走。走吧。他们不走那边去吧？啊？那不对面去吧？去不去啊？ 你问他去不去吧？他们那边有人嘛？他不知道拍不拍？有可能应该不会拍。他问你去不去那边，他这个固定你固定得到不？这个太少了。不，你那个 APP， 咱们 APP 进去哦，那个有个那个超酷的。你可以不用 APP 也可以，你直接它有这种模式。还有。像那个折叠相机，它自动折叠、自动收缩，就是还有自动跟踪。你这个如果是自己一个的，可以直播的时候可以自动跟踪你的那个，它自动转。自拍都可以，对，走吧，走那边。你们要去拍吗？我车停那儿的，我又给了，好像没给钱呢，今晚上呢，没看人呢，我没看人呢，没看收费的。现在反正是你又打不去了，我走，我们在走那边，他有意思。对，走吧，我们想过去，想过去看一下。你是来个这个啊？其实对苹果那些我觉得没得必要用防狗的了。温点气就有点破，我觉得都没得啥用。好像烟就好像。只是说当个支架用。对，我拿来耍了。但是有点贵哦，有几大叠上千。这个还好，这个价599。有一款比较贵，就800、900多的。本来我想买相机的稳定器的，我把本来相机已经够重了。啊。那个1500多。其实相机的稳定器底尖的2.30迷你就可以了，2000多，1999。我留一个，我一直放那儿，我一直没卖。本来我想把它卖掉的，我挂起的，在闲鱼上卖。我又买了保险的，就300多的保险嘛，加那个2000块钱就2300多。没跳舞的吧？这个好难用。没有拍跳舞的，没有人啊。前后带着。那个苏拉在这儿，苏拉在这里。我凑起来的。他叫反正新手机，他那手机折才折2000块钱。他屏幕修了之后有点修复。第一天。是这个效果还可以。修纸几百块钱。声音好小哦。啊？声音小吗？就是啥？维度品太多了，这边太多了，他们是，他们也叫看是嘛？我10万号不是在这儿来的，是你那天拿我新手机。动作上一个。啊？太柔了，太慢了。动作有点小。我是。我前天晚上到前天。他前天晚上。
要大一点，有力一点，要有力。不正常，跳了就是往前面走，走了越跳。我们都走了，跟前面不是下雨了的，去藏桥营下那天，晚上不是下雨了嘛？我在前面，我们跳完了，我们正要走上来，他打起伞。其实我每天爬到一半。